大部分县市的代理教师，逐年7、8月啊休落的时阵，因就是无薪水的。全国教育产业总工会今日表示，代理老师薪水本地就已经真低，那准是袂使互因去外面趁外路啊。这款的规定会影响到因的生活，教育部应该爱解除这种不合理的限制。符合平等原则，符合平等原则。 开放教师兼职，开放教师兼职。大社发口号，全国教育产业总工会指出，大部分县市的代理教师伫7、8月领无薪水，高中以下的老师阁袂使做兼职，对代理教师来讲，生活会受影响。伫咧云林县国小做代理教师的林小姐讲，为了要过生活，伊就需要另外接学校的课外课程。伊休热或是休大时阵，有学校有开一寡班，是特别照顾学习较歹的囡仔。 迄是另外薪水，今嘛是无啥物拍算啊，你就想讲平常时啊，趁的就罔欠。专高三指出，大学老师会使伫特定的条件之下，伫校外兼职。可是伊旧年嘛，甲解除公务人员兼职限制的修正草案送到立法院，但是高中以下的老师若是要兼职，要是要得到校长的同意才会使。因认为应该先为代理教师开始开放。他们领的薪水永远都是校园里面的最低薪。 最低薪起算，他们就算你教了10年、20年，你还是领学校的最低薪。希望他在非上班时间不影响本职的情况之下，能够符合时代潮流，追求这平等原则情况之下，能够开放教师兼职。专考三表示，部分有硕士学位的教师会选择伫校方同意以后到大学兼课，但是时数会互限制1礼拜，敢若4点钟到8点钟，而且机会嘛真少，佮抢迟，问题真歹改善。针对这个问题，教育部伫记者结果进前并无提出回应。记者郭不君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